多谢志明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。这个一领床珠啊，寿命有偌久？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年伫眠床顶留差不多有94粒的汗。这个一领床珠的寿命会使累积2个月光遐济汗，等于是累积真济细菌。所以讲，专家就提醒讲，台湾有8成的过敏的乡亲，拢是因为尘螨用伤久、伤老，这款的床珠啊，会致使皮肤的感染、会下骨较严重咧，有可能引起肺炎。所以讲，希望讲呼吁每差不多6档还是8档都爱换新的。用吸尘器摒断环境，碰床显热气，哎呦喂，摒着什么？吸着偌济，气做一个七，湿水愈红，代表尘螨就愈济。从放下来之后，有再清过吗？有再把它抬起来过？从来没。然后躺到床上之后，再滚2下吧，然后就开始鼻塞啊，然后就打喷嚏呀。一日眠床会当困真久，你健康可能都袂久。因为国外媒体报道，成年人平均逐暝甩1500万的皮肤细胞，平均每一年眠床顶出汗超94公升，算来一日眠床的寿命，汗水含辛苦的石会当滴满2个护肉桶，互碰床正做是真菌生团所在，可能有葡萄球菌、妊娠杆菌、链球菌含大肠杆菌，造成皮肤感染、胃肠无爽快，甚至是肺炎、泌尿道感染，尤其是过敏的人，较袂堪这种。台湾的过敏源测试起来大概有80%都是尘螨，所以尘螨是最多的。床垫本身一定都是棉的填充物的东西，它里面是容易生尘螨的啊。我们虽然平常会用床包啊、流汗那些东西会稍微有隔绝，可是尘螨它会躲在棉絮里面啊，慢慢的滋生、复制、繁殖，会对呼吸道、皮肤都会有造成敏感的问题。若是细菌含尘螨的量伤过济，爬上眠床，就可能会喘袂过。建议民众6年到8年时间在外碰床，环境清气淡淡，身体才勇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